晒伍姑娘。係各位早晨啊！哇，有少少雨粉，涼涼地。咁過去幾日大家有冇北上啊？好似話200幾萬人次出咗境喎啊！咁啊真係個其實北上有咩好處咧？食平嘢喎，食玩咩咯？開唔開心啊？開心㗎，咁人哋出去玩、出去食都係其實都係想開心係嘛？咁其實我哋咧都好多時咧，我哋都會係祝人開心㗎。例如咧有啲咩節期咧，我哋祝人快樂㗎喎。譬如新年啦，新年快樂。咩啊？聖誕節快樂。中秋節快樂。嗱，中秋節我哋咧香港人咧就唔係咁一日假啫嘛係嘛？但係喺韓國咧好犀利喎，幾日假期喎，好嚴重喎嚇。咁另外咧，仲有啲咩節期咧？啱啱過咗嘅復活節啦，係咪都快樂啦，係嘛？我哋啱啱星期六嗰日教會有個活動啦，都有30幾位落記嚟啦。咁即係我哋好多時咧，中國人咧都係透過節期咧祝人快樂嘅係嘛？希望人哋幸福快樂。但係我哋咧唯獨咧，中國人咧有2個節期咧唔會叫人快樂喎。大家想到嘛？清明咧，清明重陽係嘛？我哋唔會話清明節快樂㗎嘛係嘛？咁好嗱，點解咧？因為牽涉到人過咗身啊嘛係嘛？都係抱住一個心情咧，可能都係少少記掛一個唔捨得嘅心情咁但係咧好奇怪喎，基督教嘅節期裏邊咧就同樣牽涉到死人嘅咧就會快樂喎。咩節期啊？復活節啊嘛係嘛？因為點解啊？因為我哋相信聖經咧講耶穌雖然係被釘死咗，但係死後3日復活啊嘛。所以咧復活節咧對信徒嚟講咧一個好重要嘅節期係嘛？好啦。其實就係講信心咯，係嘛？即係我哋有信念，即係基督徒相信係耶穌復活係事實嘅，咁我哋係有盼望。好，咁今日咧一個心靈故事咧，大家喺你嘅通訊度講一滴青啊，第1500個話大家可能唔知，有啲唔知狄龍就知係嘛？冇錯，大將軍喎，好出名喎。佢呢有一次咧率領大軍去廣西去平亂啊。咁點知啲軍隊咧就去到大廟嗰度咧，即係阿狄青咧就照可能嘅習俗咧先去祭祀下先係咪？祭祀下，跟住咧就話我手上有100嘅銅錢，如果抌落地咧，冚唪咧啲字咧都向上咧，我哋會打勝仗㗎啦，即係同啲士兵振奮啲士兵士氣啊嘛，係咪？我哋100個銅錢都字向上嘅咧，我哋就必勝㗎啦。咁我就將佢抌啦。咁嗰個手下咧就喂，將軍，喂100個喎，如果有1個唔向上向下咪不得了，係咪啊？會影響士氣喎。佢話唔怕，照去係咪啊？咁抌晒落去，哇！冚埋100個字咧都朝向面啊！跟住啲軍隊點啊？兩邊一樣。冇錯，咁啊睇咗啊！啲士兵咧就充滿咗士氣啦。打仗最重要係咩啊？有士氣啊嘛，係嘛？所以變咗咧就戰勝咗嗰場仗啦。跟住咧，佢就同啲嗰個手下講，其實100個銅錢咧兩邊都係字嚟嘅，係嘛？即係最重要係俾到士兵有士氣，係嘛？所以其實就係信心。盼望咧，我哋復活節啦，我哋大家過咗啦，係嘛？咁如果作為信徒咧，我哋都係充滿咗信心，因為耶穌戰勝死亡。俾我哋每一個相信你都有盼望，願上帝祝大家平安同埋有盼望，好唔好啊？願上帝祝大家。好，咁多位老記，大家好，係啦，嚟到咧我哋新一個年度4月份嘅例會，咁今次咧就由我陳生啦，跟住仲有阿曾生。係啦，就一齊咧就介紹下我哋嚟緊咧有啲咩呢個4月份有啲咩精彩嘅活動咧，去同大家一齊去玩咯喎。咁喺開始之前咧，有啲好嘢咧同大家分享下先嘅。仲有要提一提啦，大家新一個年度啦，咁就4月啦，係啦，唔知大家續咗會未咧？續咗會未咧？睇緊呢個片嘅你咧，如果未續嘅話咧，咁就記住咧，可以打個電話嚟中心咧，就預約個時間咧嚟幫大家去續會咯喎。好啦，咁咧我哋開始介紹下有啲咩好嘢可以通知大家先。
好啦，咁首先咧就同大家講下咧，原來中電咧最近咧推出咗一個咧叫做節能家電更換計劃啊。咁其實咧原來已經去到第二個階段嘅喎咯。咁咧其實可以同大家做啲咩咧？咁咧其實佢第二階段咧就可以資助合資格嘅長者啦，咁就可以換幾樣嘢嘅，就冷氣機啦、電熱水爐啦、雪櫃啦，或者係洗衣機，係啦，可以資助大家買其中2樣嘅嘢，係啦。咁有啲咩資格咧？係啦。只要咧你係攞緊綜援或者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咧，就可以去申請呢一個津貼㗎啦。咁嚟到第二階段咧，佢喺呢個4月27號，27號啊，係咪？4月27至到5月3號咧可以去申請嘅。咁佢喺5月12咧至到5月15號咧會通知大家。咁5月12號之後咧就可以去買嗰幾樣電器㗎啦。係啦。咁名額有限啊，咁最多咧係得6000個名額㗎啫。咁咧咁就合資格嘅話咧，咁可以點樣咧？就係咧可以，如果你識嘅話咧，可以網上填表。係啦，如果真係我唔係幾識用電話，點樣網上填㗎喎？咁咧可以拎一份實體嘅表格，咁填好啲資料之後咧，咁就可以交去中電嘅一啲客戶服務中心啦。咁咧就可以去申請㗎啦。咁當然申請完之後啦，咁就會由中電咧去通知你究竟合唔合乎個資格啦，究竟可唔可以買啦，咁樣先再去買喎。如果唔係你自己貿然去買咧，就變咗資助唔到你㗎啦。係啦，咁就大家留意啦。如果有啲咩查詢嘅話咧，咁就可以嚟中心問我哋啦。係啦，好咁咧。除此之外啦，好似近排我哋政府都有啲好嘢同大家去講喎。咁咧我哋都有寫喺通訊嘅，不如由阿曾生咧同大家去介紹下啊。係啊，咁新一個年度咧嘅財政預算案咧就公布咗啦。咁有都唔同嘅一啲福利或者有啲政策咧都同大家有啲相關嘅喎。咁包括就可能首先攞緊綜援㗎啦、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係啦，或者攞緊傷殘津貼嘅老友記咧。咁26年嘅時候咧會額外俾多1個月嘅津貼大家啦。咁有一啲如果要交稅嘅話咧，咁有啲照顧者嘅免稅額都調高咗啦。咁另外有呢一個關於醫療券嘅獎勵先導計劃咧，咁同一個年度咧可以用1000蚊去做一啲檢查，或同埋咧會額外俾多500蚊嘅醫療券嘅費用俾大家去用嘅。咁另外一個咧，可能大家最關心多啲嘅啦，就係關於呢個搭車啦。咁最近應該成日講嘅。咁以前咧，可能大家2蚊就可以周圍去搭車啦。咁但係而家個2蚊嘅乘車優惠咧有啲調整，喺4月開始10蚊樓下嘅車費咧，大家都只係需要俾2蚊就可以啦。咁但係當如果嗰個車費咧、車程咧係10蚊或者以上咧，咁就會調整到2折嘅收費。咁即係話，如果嗰程車咧係要過海咁樣要20蚊嘅，咁咧就要俾4蚊啦。咁所以大家咧呢個時候去搭車嘅時候咧，就要留意下啦，同埋可能喺個八達通或者你個樂悠卡上面咧，可能要預多少少金錢啦。咁亦都要留意下啦，有啲唔同嘅車程咧，去搭嘅時候咧，睇下唔好得再好似以前咁樣啦，咩車都上。係啊，咁可以留意下，揀翻啲咧適合啲路程嘅車咧去搭咧，咁大家嗰個使費咧就唔會突然間多咗好多啦。係啦，如果唔係就要俾多啲錢㗎啦。即係你話，原來我搭一個站，跟住搭架20幾蚊嘅車咧，咁就唔係咁划算咯喎。所以咧，大家搭車之前都要計一計，諗一諗自己要搭啲咩車啦。另外咧，就係可能你可能同老友記都知嘅，就係可能一啲真係返大陸啊，或者搭啲機場嘅巴士咧，都係唔包括喺呢個2蚊乘車優惠入邊嘅，係啦。所以大家留意啦嚇。係啦，咁當然啱啱講，仲有上面我哋都有寫到一啲可能成日都有啲老友記問，我想翻去大灣區都安老喎。係啦，咁就有呢一啲措施嘅，咁就如果都係啦，如果有啲咩唔明嘅話咧，咁都可以同我哋查詢下啦。係啦，咁咧去到下邊啊，就嚟到我哋新一個年度咧，咁我哋都招募緊咧我哋嘅會員委員會嚟到26、27嘅年度啦。咁咧其實我哋每一年咧
中心咧都會有呢個會員委員會嘅，咁咧希望咧咁多位老友記啦嚇，咁就如果有希望想做呢個義工，做我哋嘅代表嘅話咧，咁就我哋會員委員會咧就會每個單月啦嚇，例會之後4點鐘至5點鐘嘅時間咧，就會有一個聚會，有一個會議。係啦，就係大家一齊傾下咧。嚟緊我哋會員委員會有啲咩活動啊，有啲咩服務啊，可以幫手去做嘅，或者可能就住可能中心一啲唔同嘅服務、唔同嘅活動啊，有啲意見咧，咁可以同同我哋去講啦。咁就同我哋中心反映，就代表我哋其他嘅會員咧去發聲嘅。係啦，咁就新一個年度啦。咁就如果有興趣想參加嘅話咧，咁可以同我哋主任陳姑娘咧去聯絡。咁新一期嘅委員咧就會咧係嘅任期咧就會係5月2號開始咧，去到27年3月2號嘅。咁就希望大家踴躍參加啦。咁就同陳姑娘去講咯喎。係啦，咁另外咧下邊咧都有講到我哋16項嘅服務質素標準。咁今次咧又翻返去第一項我哋嘅服務資料嚇。咁服務單位咧就會確保制定咗啦，就我哋嘅説明嘅資料啦，就會講述我哋一啲嘅服務嘅宗旨嘅目標提供服務嘅形式。咁就其實我哋喺大廳咧都有啲小冊子咧俾大家去睇嘅。咁咧你哋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嚟中心嚟睇下，或者有啲咩唔明又同我哋問下啦。標準2咧就係呢個檢討，仲有修訂政策同程序啦。咁咧我哋服務單位咧就會檢討啦，同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嘅政策同程序。同上面我哋會員委員會都好有關嘅喎，就係啱講啦。有啲咩意見嘅時候咧，咁我哋嘅委員會代表嘅義工係啦，就咧可以代表會員去發聲，就等我哋咧有啲改進嘅空間啦。係啦，有啲咩唔明嘅話咧，咁就嚟中心同我哋職員查詢咯喎。咁中心16條咧都有嗰個服務質素標準咧，都有個版，即係有個資料咧俾大家去參考嘅。大家過嚟喺個大堂嘅電視機隔離有個架嘅，咁就有份資料咧，有齊晒16項嘅資料俾大家睇㗎啦。咁有興趣我就可以上嚟望下啦。係啦，好啦，去到下邊，咁中心咧，大家上嚟咧都會見到有一部叫做 We Health 負重運動儀咁震機係啦。咁點解佢叫震機咧？係因為嗰部機真係會震嘅。咁好多老友記咧都有用緊㗎啦。咁今個年度咧又開新一期嘅。咁就4月10號開始，咁就歡迎大家過嚟中心去做呢個登記啦。咁講下呢部機有咩好先啦。咁呢部機咧，主要咧係預防同埋改善骨質疏鬆，咁同埋提升大家嘅肌肉量啦，改善血液循環啦，增加你嘅腳骨力同埋平衡力啦，咁都可以咧有效咁樣減輕背脊痛喎。咁所以咧都歡迎大家咧可以過嚟使用嘅。咁使用方法咧好簡單嘅啫，即係咁首先你要過嚟中心睇一條教學嘅影片啦，起碼你要學識點樣用先啦。咁評估下自己身體咧係咪合適用呢部儀器喎。咁因為呢部儀器咧都有少少限制嘅，咁有一啲類別嘅人士咧係唔適宜用嘅。咁第一就係孕婦啦。第二咧，如果你有用緊心臟起搏器，或者你身體入邊有一啲電子嘅醫療設備咧，都係唔適合用嘅。咁另外或者如果你係有一啲腫瘤、惡性嘅腫瘤，或者係有癌症嘅患者，或者咧你係有啲骨骼嘅一啲問題咧，有感染嘅患者咧，都係唔適合用嘅。咁所以如果有另一種咧，就係如果你身體上面有一啲傷咗鋼片、傷咗螺絲，有啲金屬喺裏面咧，都係唔適合用呢部機嘅。咁所以如果有以上問題嗰啲咧，可以問清楚醫生先，係啊，先至用。咁有其他咧冇呢啲狀況嘅老友記咧，咁可以過嚟試下用呢部機啦。咁只係需要咧交30蚊，係啦，今個年度交30蚊，咁就係會由4月13號可以咧用到9月30號。每個人咧每日可以上嚟中心用一次，係啦，咁每次20分鐘，咁每日用一次咧就好足夠㗎啦。咁其實佢哋都會建議咧每個人一個星期用3次左右啦，3次或者以上咧都 OK 㗎啦。咁每日企20分鐘，咁咧就可以
慢慢咧會有講頭先嗰啲功效啦。嗯。咁啊，我哋由每星期一至五朝早咧9點半開始，每半個鐘咧係一個時段，咁啊去到晏晝最遲咧就係4點鐘。咁所以咧每日咧有14個時段咧可以俾大家嚟借用㗎啦。咁啊有興趣或者本身有參加開嘅咧，咁就可以喺4月10號過嚟打個電話或者過嚟中心咧做翻個登記。都有老記咧同我哋反映翻，好似用完之後咧，真係隻腳咧有力啲，行樓梯咧都行得好啲嘅喎。即係你知我哋新蒲崗都好多一啲唐樓啊，係啦，咁係啦，用完之後咧，即係當然要長期咁樣用啦，唔係就係用一兩次就有效果嘅。咁希望大家又踴躍支持下啦。係啦，好，嚟到我哋中心4月份嘅活動宣傳咯喎。冇錯啦，咁就提下大家啦，我哋咧4月9號星期四，我哋朝早9點鐘咧就會開始我哋嘅活動嘅報名啦。咁啊有2種方法啦，可以親身上嚟報名，或者打電話，打中心嘅電話22423713。咁啊可以中心嗰度咧，我哋會幫大家去做報名㗎啦。咁就唔好打中心 WhatsApp 嗰個手提電話喎，係啦。咁我哋嗰個咧就未必會聽到。咁啊，以下咧有一啲活動咧係要收費嘅，咁啊大家咧請喺3個工作天過嚟咧就交錢，咁啊報到名咧咁先至叫做確實咗你嘅報名。咁我哋嚟到第一個活動啦，咁啊就係1號仔嘅活動，長者生活講座2026。咁啊每年咧我哋機構都會咧有一個長者生活講座咧，希望同大家分享唔同嘅一啲活動啊、信息啊，俾鼓勵大家咧實行呢個積極正面嘅生活態度。今年咧個主題叫做精彩下半場咧，咁啊係連續1個星期嘅活動嚟㗎啦。咁啊今年咧就會喺4月20號去到25號，星期1至6。咁啊喺4月20號至24號星期1至5咧，朝早9點半至10點半，咁會喺中心嘅禮堂。有唔同嘅主講人啦，唔同嘅主題咧會有分享嘅，俾大家去有一啲唔同嘅生活態度正面嘅信息咧去了解。咁啊，另外咧4月25號星期6晏晝嘅1點9到4點15分咧，會有呢個聯合嘅聚會，會聯同咧其他另外2間嘅長者中心咧，一齊喺大埔三育中學嘅活動中心裏面咧都會有一個主題活動嘅。咁啊當日咧晏晝1點鐘翻嚟中心集合，咁我哋會有旅遊巴一齊去接送㗎啦。咁啊呢個活動咧名額係40個，啊唔好意思45個，係啊。咁啊費用咧係10蚊，咁已經包晒咧6日嘅活動啦，一啲可能小禮物啦，另外包埋星期6嘅旅遊巴去大埔嘅車㗎啦。咁啊歡迎咧各位中心會員翻嚟參加啦。係啊，咁啊有任何查詢咧可以同我哋嘅同事聯絡。咁啊我哋咧會希望大家要大家一齊參與呢一個活動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呢個精彩下半場嘅人生啦。係啦。咁咧，我哋每一日都會有啲唔同嘅同事會有啲活動同大家一齊做下啦，亦都有唔同嘅講者同大家分享下啲唔同嘅信息。咁右下角咧就我哋每日嘅主題係啦，咁就希望大家如果參加得嘅話咧，留翻嗰個星期1至星期6咧都留俾我哋中心咯喎，好唔好啊？好啦，係啦，咁就記住，如果報咗名，因為要收費嘅，記住3日之內咧就要嚟中心完成付款啦嚇。如果唔係個名額就可能俾咗第2個噶啦。好啦，跟住咧就係2號仔嘅活動啊，咁啊叫做我願去暖意傳奇分享行動。咁啊呢個活動咧係4月11號星期6嘅活動嚟嘅，晏晝3點到5點。咁啊我哋機構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嘅聖經講座嘅教友咧會嚟到中心同大家有一啲團體嘅活動啦，有啲健康信息嘅分享啦。會唱下歌啦，同大家享受下一啲茶點啦。咁啊，同大家有啲關愛同祝福嘅活動嘅。咁啊，名額咧係30個，費用咧係全面嘅。
咁中心會員直接歡迎各位中心會員嚟報名啦。咁呢個活動咧就喺實體例會嘅時候咧會報名先嘅。咁如果有空缺咧，我哋先至會喺之後再報名啦。係啦，或者如果你哋睇到呢個例會嘅時候，可能如果滿咗嘅話咧，都照樣可以打電話嚟留一後備先㗎。係啦，咁咧大家都留意啦。如果第時睇到通訊咧有啲活動，我哋寫住只限實體例會報名嘅話咧，咁就記住嚟參加我哋嘅例會啦。咁就會係俾佢哋即係大家可以優先咧，就係嗰日就報名參加啦。係啦。好，去到下一個活動咧，咁就由我去介紹下啦。就呢個3號仔嘅活動，就呢個電競太鼓之達人啊！日期咧，總共係有2節嘅，一個咧就係4月17號，第二節咧就係24號嘅，都係星期5嚟嘅。晏晝2點半去到3點半鐘嘅時間，咁就由阿趙生啦，咁就會同大家咧一齊玩下呢個 Switch 有呢個太鼓之達人嘅一個遊戲。除咗玩之外咧，原來都訓練緊我哋身體協調嘅能力嘅。咁名額唔係好多，8個，咁又唔使收費，咁就有興趣嘅咧，記住報名啦。4號仔嘅活動就係呢個五華小學愛心之旅義工服務，日期咧就係4月28號星期2嚟嘅，晏晝2點鐘去到3點鐘，咁就五華小學嘅學生啦，啲小朋友就會過嚟探訪我哋嘅長者喎，咁希望同大家咧一齊有啲遊戲，又互相認識下，希望咧有一個快樂嘅時間，咁名額20個就唔使收費。5號仔嘅活動就係呢個健康講座，咁今次咧我哋個主題咧就係聽覺保健知多少，日期咧都係4月28號星期2，晏晝3點3咧去到4點3，咁咧就會由我哋阿姑娘啦，就會同大家咧講下呢個認識失聽嘅原因，仲有處理嘅方法，仲有咧我哋都學下啦，如果真係有聽覺嘅一啲問題啦，真係需要用啲助聽器嘅時候啦，我哋要點揀？係啦，就我哋又要聽下啦，有啲咩措施我哋預防我哋咧，即係耳仔可能受損啊，啲聽覺咧受損啊，係咁一齊嚟學下嘢，聽下嘢啦。咁名額20個就唔使收費，咁就都多謝衛生署黃大仙長者健康外展隊，咁就派護士姑娘咧嚟同我哋講解呢個主題嘅。6號仔嘅活動就浦南天地，今次咧係桌球樂啊，咁日期咧會係4月29號星期3嚟嘅。上晝11點咧，去到晏晝1點鐘嘅時間，咁咧就會去呢個順利體育館嗰度咧，同大家一齊咧就呢個有個體驗桌球運動嘅，咁就邀請咧咁多位男會員咧，我哋一齊去玩下啦。咁就上晝10點3咧，我哋中心集合咗之後咧，就一齊出發去呢個順利體育館啦。咁名額10個，收費5蚊啫喎。咁就由阿曾生咧會同大家一齊去玩下呢個桌球啦。7號仔嘅活動就係呢個新香港髮型協會義展服務，日期咧會係4月30號星期4嚟嘅，上晝10點至到中午12點鐘嘅時間。喺呢度咧，多謝咧新香港髮型協會咧，就有一班嘅義工啦，會嚟我哋中心就同大家咧有一個義展嘅服務，咁就名額30個，唔使收費，咁啊歡迎中心會員啦，或者如果你係護老者，咁咧都可以參加嘅。咁我提一提啦。參加者咧，即係嚟之前啦，記住洗咗個頭先喎，因為咧我哋呢度就冇洗頭嘅服務嘅。主要活動前一晚啦，或者嗰度朝頭早洗頭咧就最好啦。係，因為最主要咧，一嚟衞生啲啦，二嚟咧佢哋有分享過話，因為如果個頭有冧冧嘅話咧，剪出嚟個髮型係唔同咗啊，睇啊，睇唔到最真剪完髮型出嚟嗰個真樣啊，咁所以咧，你洗咗頭過嚟咧，你就可以即刻就望到即時嗰個效果係點樣啦，唔會突然間翻到屋企原來唔同咗樣喎咁樣。咁所以邀請大家有興趣有需要咧，就可以打電話或者親過嚟報名啦。係啦，記住洗定頭啊嚇。OK， 好啦，8號仔嘅活動就呢個潮流輕手作。咁今次係美食篇喎，咁日期咧會係有2節嘅，不過咧留意咧係5月4號，仲有18號，即係下一個月嘅，都係星期一嚟嘅。咁啊上晝9點半至到11點鐘嘅時間，咁我哋就邀請咗專業嘅導師咧嚟教大家咧用呢個輕黏土啊嚇，就會整呢個小食嘅鎖匙扣或者磁貼，咁希望大家咧享受呢個手作啦，跟住咧
又可以整一啲同我哋生活好似有啲關係嘅一啲物品啦，係啦，仲有咧有啲成功感嘅，我相信整完之後係啦，咁咧你見到側邊咧有啲圖咧，都係到時咧會同大家整嘅一啲可能係鎖匙扣啦，或者磁貼都係好精美，好似真嘅一樣啊，係啊，唔食得嘅係啦，千祈唔好食啊，雖然好真。咁名額15個，費用50蚊，咁就記住咧報名啦。好啦，去到下一版咧就呢個自醒老友記咯喎。冇錯啦，咁姚生咧定期都有一啲關於認知障礙症嘅活動同大家一齊去參與啦。咁嚟到呢個9號仔嘅活動啦，就係齊來健腦之應對日落症候群啊。咁到底大家知唔知咩係日落症候群咧？係咪應該同一啲睡眠啦、失眠啦有啲關係？咁日期咧係4月14號星期二晏晝2點到3點。咁姚生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咩係日落症候群啦。你嘅睡眠失眠有咩關係啦？咁有呢啲事嘅時候，有冇啲建議或者有啲飲食嘅方面咧可以得到去改善嘅咧？咁如果你可能發覺自己有即係瞓得唔好，或者可能係發現你身邊嗰個可能有啲類似嘅問題，咁可以歡迎你翻嚟聽下呢個講座，去認識下，又睇下有冇啲方法可以一齊去面對嘅。名額咧30個，費用咧係全面嘅。去到10號仔嘅活動，咁就自醒健腦聚一聚。4月23號星期4晏晝2點到3點。今次咧，姚生會同大家去體驗呢個傳統嘅剪紙藝術喎。大家可以見到張相啦。點樣透過剪紙去整咗一個咁靚嘅圖案出嚟咧？同時咧就可以激發大家有啲聯想力啦。又訓練下大家嘅手眼協調啦，啲手指嘅靈活性喎。名額咧係12個，費用咧係10蚊。有興趣咧可以歡迎嚟參加啦。係啦，亦都唔使太擔心嘅，因為有啲老友記可能見到剪紙好難嘅喎。咁咧，我哋阿姚生咧都有啲方法咧，會同大家一齊去做嘅。咁就如果你未做過或者未玩過嘅話咧，都可以一齊去玩下，大家都做到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啊嚇。好，去到下邊啦。嚟到義工嘅活動啦。11號仔嘅活動，長者共融社區計劃，義工招募。何生咧想招募一啲義工去對於社區嘅義工服務咧有興趣嘅會員一齊參加，一齊規劃下點樣做一啲社區嘅服務啦，一齊咧有一個樂齡嘅友善社區，係啦。靠你哋嘅意見或者你哋嘅分享咧，去一齊去諗下點樣令到個社區可以更加適合長者或者你哋咧一齊去生活喎。日期咧係4月10號朝早嘅11點半到中午嘅12點半。名額咧係10個，費用咧係全面嘅。只要你係中心會員或者係義工會員咧，有興趣嘅你咧就可以過嚟一齊俾下意見啦，一齊嚟有啲分享。係啦，仲有一個最大嘅任務咧，就係平時我哋每一個星期3啦，如無意外，我記得阿何生係就咧會有一個我哋街站宣傳嘅服務。咁咧我哋就會行入去我哋嘅社區啦，就會同我哋新蒲崗區嘅一啲老友記啦、街坊啦，就會係啦認識下我哋中心，等佢哋知道咧，我哋中心咧係有服務緊一班嘅長者嘅。咁等佢哋又一齊嚟參加下我哋嘅中心，因為始終我哋中心嘅位置咧都比較難揾少少嘅，係啦，有啲老友記都同我哋分享，喺度住咗10幾20年，原來都唔知我哋原來呢度有間中心嘅喎。咁咧希望大家啦都一齊幫下手，咁又同我哋一齊咧宣傳下我哋中心咯。跟住咧就係12號仔嘅活動啦，咁就義工小聚、義工嘅招募啦，同埋簡介會。定期咧中心都會有義工小聚嘅活動啦。去到4月啦，日期咧係4月10號星期5晏晝2點到3點。嚟到新一個年度咧，又有一啲新嘅會員加入咗啦。嗰日咧會簡介下中心唔同嘅一啲義工嘅服務啦，好似頭先講有一啲外出嘅社區義工服務，或者有一啲喺中心咧都有唔同類型嘅義工服務嘅。如果你有興趣咧成為中心嘅義工會員，
咁啊都歡迎你可以翻嚟聽下啦，睇下有冇啲咩義工服務咧係你想參與嘅，或者想參加嘅，係啦。咁或者你有啲唔同嘅意見咧，都可以歡迎咧同我提出。咁啊名額咧係30個，費用咧係全面，咁啊有興趣嘅朋友仔就可以過嚟啦。跟住咧就係13號仔嘅活動啊，咁就係大少特工隊嘅義工招募啦。咁啊日期咧係4月17號星期五。朝早嘅11點半到中午嘅12點半，係啦。咁啊，大少特工隊咧都係其中一個中心嘅義工嘅團隊啦。咁啊，何生咧會同大家分享愛笑運動嘅技巧，點樣透過笑去同大家一嚟做下運動啦，然後咧去傳揚下、宣揚下一啲正能量嘅信息啦。係啊，咁我見佢哋有時咧會喺中心啦。有時會喺公園啦，有時咧會去到一啲院舍咧去做呢個服務嘅，係啦。咁啊名額咧係15個，費用咧係全免嘅，都係歡迎咧有興趣嘅你咧翻嚟一齊學習，一齊認識一下，咁啊去俾自己笑啦，由佢出去咧教下其他人笑啦。因為上一年度咧，阿何生都帶住一班大少特工隊嘅一班義工啦，一齊去咗新蒲崗唔同嘅一啲院舍，一齊分享下我哋呢個大笑運動喎。咁同一班喺嗰度嘅院友咧都玩得好開心嘅，係啦。咁希望大家又一齊繼續支持下咯。跟住就係14號仔嘅活動啦，電話關懷大使服務會議。咁啊頭先講啦，中心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義工服務嘅，咁咧其中有一種咧，有啲義工咧，其實係屋企裏面咧定期咧都有做一啲唔同嘅義工嘅工作，咁就係咧佢哋會定期打電話去關心唔同嘅會員啦，睇下佢哋咧中心開例會嘅日期啦。咁啊，如果你都有興趣咧，都可以揾我嘅，係啦。咁啊4月13號晏晝3點半到4點半，咁啊會同大家咧交流下一啲服務嘅運作啦。咁啊，如果你有興趣咧，幫手中心做呢個電話關懷大使咧，幫手打電話嘅咧，可以同我講，可以揾我報名啦。咁啊，名額咧係20個，費用咧係全免嘅。咁啊，嚟緊咧就係去到護老者嘅活動啦。好，咁咧就由我嚟介紹下我哋嚟緊4月份有啲咩護老者嘅活動咯喎。咁咧去到第15號仔嘅活動就呢個護老聊天室係啦，我哋會用 Zoom 嘅，咁日期咧會係4月21號星期二嚟嘅，晏晝2點鐘去到3點鐘嘅時間，咁我哋就會用 Zoom 啦，就會同咁多位嘅護老者一齊玩下，用呢個毛毛球咧嚟整一幅畫，咁咧希望咧喺個活動入邊又認識下其他唔同嘅護老者啦，如果喺個活動上面咧可以放鬆下我哋照顧嘅壓力。咁名額6個，唔使收費。咁就如果參加咗嘅話咧，咁我就會邀請你哋一個時間啦，就會嚟中心咧拎一份材料包翻屋企咧，咁就可以我哋用 Zoom 嘅時候，我哋一齊試下去做咯。去到16號仔嘅活動啦，咁就呢個滋味小廚啊，日期咧就係總共有4節嘅，就4月22號至到5月13號，就逢星期3舉行嘅。咁咧時間就晏晝2點鐘去到3點鐘嘅時間，咁就話阮姑娘啦，會同大家咧一齊咧去體驗下整呢個健腦嘅小食啊嚇，仲有咧會喺個活動入邊咧同大家分享下一啲認知障礙症嘅如果照顧呢一班嘅長者咧，有啲咩嘅照顧技巧啦，仲有對自己啦，有啲舒壓嘅方法。咁希望大家學完之後啦，就將可能平時嘅一啲壓力咧，可以有啲舒緩啦，就提升大家照顧嘅信心。仲有就係認識多啲咧，我哋身邊嘅一啲唔同嘅護老者。咁名額6個，咁就收費就60蚊嘅，咁就歡迎護老者去報名參加嚇。好啦，去到17號仔嘅活動就呢個護老齊樂聚啦！新一年度就第一期啦。今次咧係呢個上午摸摸茶，唔係下午啊嚇，係啦。咁就今次個時間上面有啲唔一樣嘅。咁日期咧會係4月24號，都係星期5啦。不過呢個時間咧就變咗上晝11點咧，去到中午12點鐘嘅時間。咁就邀請啦咁多護老者，我哋一齊嚟翻嚟中心咧有個聚會。咁就我準備少少茶啦。
茶點啦，仲會同大家咧一齊整一啲簡單嘅小手作，咁希望咧大家喺呢1個鐘嘅時間入邊咧，可以有一個放鬆咧又療愈嘅時間，咁有名額20個就唔使收費。好啦，跟住咧去到18號仔嘅活動咧，就係呢個手蠟放鬆療愈時刻啊！日期咧會係4月26號星期日嚟嘅，咁啊上晝11點去到中午12點鐘嘅時間啊！記住咧係星期日嘅活動嚟㗎嚇，唔係閒日嘅時間嚟嘅。咁今次咧阮姑娘咧就會同大家咧用呢個巴拿芬手蠟嚟滋潤咧，仲溫暖我哋嘅雙手，咁就促進我哋手部血液嘅循環啦，就可以改善我哋手部咧。如果你有啲痛症嘅話咧，咁咧都可以舒緩下嘅，咁就舒緩我哋嘅身體之外咧，亦都舒緩我哋嘅心係啦。咁就希望啱講啦，就希望可以舒緩下我哋啲照顧嘅壓力嘅。好啦，跟住去到19號仔嘅活動咯。就係呢個護腦煮得起啊！咁今次咧同大家咧整呢個泰式椰汁西米糕啊嚇！咁日期咧會係4月27號星期一嚟嘅，上晝10點鐘去到11點鐘嘅時間，咁我哋就會喺中心啦，就同大家一齊體驗下整呢個泰式椰汁班蘭西米糕啊嚇！咁啊班蘭咧加埋啲椰汁咧，咁希望大家咧可以一齊去享受下放鬆下嘅一個甜蜜嘅時光啦，咁啊名額10個，咁啊收費20蚊啊嚇，咁啊歡迎護老者去參加。20號仔嘅活動啦，就呢個聽力健康資訊分享講座，日期咧會係4月27號星期一嚟嘅，晏晝2點鐘去到3點鐘。咁喺呢度咧，多謝宇橋社會資源有限公司咧，咁就會有專業嘅人士啦，會同大家咧嚟一齊分享下耳朵常見嘅問題啦、聽力嘅損失嘅成因啦、影響啦，仲有點樣保護我哋隻耳仔啊嚇！咁要一齊學下一啲唔同嘅技巧，亦都將你哋學到嘅嘢咧帶翻去屋企咧，同可能朋友啊、屋企人咧一齊分享下嚇。咁啊名額20個就唔使收費。好啦，咁4月份嘅活動咧就宣傳去到呢度咯喎。咁咧大家去到下邊咧可以睇我哋活動時間表。大家咧睇緊呢個例會嘅時候咧，應該已經啲紅日過咗㗎啦。呢個月咧就冇其他啲紅日啦，咁就中心咧喺其他時間咧都會開放嘅。好啦，咁咧我哋翻去第一版，又同大家重溫下我哋一啲唔同嘅聚會嘅時間咯喎，好唔好啊？好，咁咧中心咧定每日咧星期1至5咧都會有幫大家量血壓嘅服務嘅，咁啊朝早9點鐘到10點啦。咁啊，我哋嘅義工小聚4月10號星期5晏晝2點到3點。咁我哋自醒健腦聚一聚係4月23號星期4晏晝2點到3點。護腦齊樂聚，今次咧就係4月24號星期5嘅上晝11點到中午12點。係啊，咁啊5月嘅例會咧，我哋喺5月5號星期2咧去進行嘅，咁啊都歡迎大家翻嚟中心實體嘅例會啦。我哋每日有嗰日會有3場人愛組、喜樂組、和平組咧都有唔同嘅時段，咁啊歡迎大家按翻你哋嘅組別過嚟開例會啦。係啦，咁另外如果你身邊咧又有一啲老友記或者朋友仔啱可能夠60歲啦，咁啊歡迎咧，你都邀請佢哋翻嚟中心做呢個會員啦。咁啊會費咧就21蚊，咁啊歡迎大家咧過嚟預約咗個時間先，打電話過嚟預約咗個時間，咁啊先至再過嚟中心做呢個入會嘅手續啦。咁同埋我哋中心咧而家就唔用現金收費，咁啊可以睇下你嘅朋友仔咧增值好佢嘅八達通，冇錯啦，咁啊先過嚟交費。係啦，喺度咧都有個邀請，啱，因為我哋有講到量血壓嘅服務啦，都有個邀請咧，希望大家其實我哋差唔多啦，每日朝頭早9點2嘅時間咧，我哋就會有個讀鬆嘅時間，咁啊歡迎老友記一齊翻嚟做下運動，聽下新聞嘅，係啦，咁啊聽完之後啦，咁我哋又一齊量下血壓咁樣，係啦，咁啊歡迎大家一齊嚟參加嘅。好啦，嚟到例會差唔多完結啦，喺度提多次啦。如果你係未續會嘅話咧，記住咧打電話嚟中心預約個時間，翻嚟續會咯喎。如果唔係咧，4月有啲活動你就參加唔到啦。係啦，你又走寶啦。咁咧，咁我哋4月份嘅例會咧宣傳去到呢度咯喎，咁就之後咧又再見大家啦，多謝大家，拜拜。